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3验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款的大风小事？新闻一开始带恁来关注。中国最近在修正反间谍法7月初日要施行，公安局就警告民众，去到中国海关的时阵，可能检查手机啊，到时阵就甲你按罪名。消息顶礼拜以个别开放加拿大全部的这个牛肉进口，但也强调加拿大牛肉有公牛证记录，呼吁中央政府爱打动。台中一中办园游会有学生伫海报写花旗之少台语音来骂原住民，甚至有立委逼出有原住民学生互人霸凌。中国最近要修正反间谍法7月初1日要来施行，而且这定罪范围是掠真宽。那外国生理人会烦恼，甚至影响到咱的台商。连外国记者去到中国，真有可能互亲亲参赛，就互按罪名。这公安局就警告讲，一般民众去到中国入海关的时阵，真有可能就互检查你的这手机啊、相片，甚至是网络顶头发表的言论，就安尼生就甲你定罪啊。草案进一步完善关于网络间谍的规定，明确网络间谍的行为方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间谍法的修订，把间谍行为的定义扩大做包括投靠间谍组织、甲因的代理人，针对国家机关、设备单位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等等的网络攻击等等的行为，也有涉及相关经济利益，拢有可能互纳入规范内底。公安局就警告，包括台商在内的外国生理人、外国记者、违反人士，若去中国可能会产生风险，都连一般的民众拢要注意。这个部分也真的要请民众到对岸去进行交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委员刚刚所提到的这一点，包括你手机里面的一个内容，你可能在进出中国海关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被中国海关相关的安全人员来进行检查，所以这部分也要特别的小心。修订的反间谍法，根据评估，若是伫社群媒体顶悬评论台湾、香港的议题，或者是伫敏感的地点翕相，亲像 UDN、甲复查已经互掠去。另外，亲像李明德之前甲中国人讲到敏感的议题，或者是批评中国共产党，还有无经过中国官方稳准的采访，了后拢有可能互看作是间谍。最近已经有几个日本企业的干部伫北京因为涉及间谍的活动互逮捕，这嘛引起商界忧虑。怎么说呢？欲加之罪，或者是不小心卷入了中国的权力斗争，不小心拍到了中国的军事设施的一些图片。他说你犯罪的话，那你就犯罪了嘛。所以说这一点的话，确实是在对中国的这种，不光是这个文化交流等等，包括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也提高了，无形中提高很多倍。学者嘛认为讲反间谍法的修订是中国想办法要定出一个罪名，而且无限制扩大。行政院长陈建仁嘛表示，中国乌白逮捕台湾民众，限制人身安全，提醒民众在会当确保家己安全无问题的情形之下，才会当去中国。记者综合报道。咱若讲到中国是搁在发动这无人机扰乱台湾，3月27日这中国上届大型的无人机才倒射台湾尔，想袂到今仔日有中国无人机对北部正射到南部外海空袭，并对着这款的扰乱可能会真接发生。咱若带军火商访问台湾的美国前太平洋陆战队指挥官鲁德，伊就表示讲，这世界上无比亚太地区更较重要所在，所以就要协助台湾有阻止战争的能力。台海情势紧张，中国派机南鸟台也一直使用无人机。国防部初三发布，国讲查到强机17只，强艦7只，伫台海周边活动，有13只超过海峡中线界沿线线进入西南、东南甲东北空域，尤其一只无人机射台湾北东南外海空域，顺时针射台湾半年，引为关心，咱是不是有应对做法？我们有没有传统火炮以外的拦截或者处理能力？我们会列为后续我们在整个应处上面的一个状况的想定，然后呢，跟合作友方呢共同来掌握相关的预警。我们有必要防范，知道他收了哪些资料，我们的军事的部署，我们的雷达的频谱、无线电的通信，还有我们微波的使用。那我们将来等我们打仗的话，我们会未战先输，因为他已经把我们底细摸清楚。中国进前才派上大型无人机射台湾，外界烦恼无人机正造成形态冲突。国安局证实掌握有经证据，张元玲认为，中国一直测试咱的底线，国产的停运无人机爱赶紧投入部队，反制威胁。另外，美国25间军火商参加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
关注台湾无人机产业，寻求合作生产无人机加弹药。美国前太平洋陆战队指挥官体育中将鲁德强调，美台最后目标就是达成共同操作。Island nature of Taiwan is a supply chain, sustainment, supply and sustainment resilience. We have not forgot about our soldiers and Marines here and the capabilities that they need. 台湾的工业实力，那么受到我们的美国盟友的重视，而我们的在国防上面的工业合作，将会对于巩固第一岛链，对于巩固台美之间的集体防卫体系是一大的要紧。路德表示，市场无比亚太地区各个重要区域，好比国参加台湾国防自主打造强训练，协助台湾有合作领域。台北团也拜会中科院，双方交换意见。对台北团来台港合作有统派团体抗议，指控美国战争烦恼祸害台湾，国内无人机业者发声美国，就飞弹武器采取联合开发或者是生产线刷到台湾，和台湾因家己生产。记者综合报道。就属顶礼拜有记预告讲要开放呢，这加拿大不论这肉牛、饲偌久，牛肉拢会当进口。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早起就召开记者会批评，强调加拿大的牛肉是有公牛症记录。目前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也是暂停进口的。台湾说是用人民健康当作是交换条件，所以民进党政府就要赶紧打动。卫福部小署顶礼拜有个修正美国甲加拿大牛肉甲产品的进口规定草案，拍算开放加拿大全规定牛肉进口，和外界即期有食安记录。国民党提议党团初三开记者会批评，加拿大自2015年互人检出牛肉有公牛症，目前韩国、菲律宾这国家依然暂停进口。台湾政府应该第人民食安做国际贸易的筹码。就算开放交牛进口，也不一定应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草率开放加拿大全龄牛肉，风险全民自负，是非常不道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希望民进党政府赶快悬崖勒马。加拿大对于我们参与 CPTPP 的这个态度也已经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任何一个申请者，只要符合 CPTPP 高标准的话，都应该被欢迎进入到 CPTPP 这件事情。南亚地会也批评小数对外讲，牛肉输入台湾进前会做系统性查核，也去加拿大特务场实地考察，不过报告伫倒位拢无看到。卫福部长施水官表示，考察主要是看处理死亡牛只过程当中是毋是铁度高危险物质，避免遭到感染牛只死亡了后，搁进入饲料或者是食物链。处理这些死亡的牛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是否会把那些高危险的物质把它剔除掉？那我们要看的主要是这个东西。施水官强调，这是根据加拿大政府数字申请提供的资料，看做什么款的风险控管。其实加拿大国内标准作业流程也是安尼，小数是针对书面资料做实际查核，看是不是符合。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这好事多 Costco 冷冻梅逼出 A 型肝炎的病毒。这卫福部长施水官早起表示讲，小数前几天伫边境夹一批对美国进口的南鱼查落来，是因为同款检出到这 A 肝病毒，已经下令食药署暂停好事多所有梅仔类的水果进口啊。Costco 进口的冷冻果子鱼，互验出 A 型肝炎的病毒，毋难一件。卫福部长施水官初三早起伫立法院证实，小数顶一日伫边境验出 Costco 为美国进口的南鱼，嘛有 A 型肝炎的病毒，所以紧急下令 Costco 暂停进口所有果子鱼这类的产品。冷冻南美的这个产品是在边境被我们检测出来的，所以我才说那就暂时停止那个好事多了这些美国的进口。针对外界指击讲，美国发布警讯了后，咱国小数延10外天才公布查验的结果，互消费者唔知头唔知尾，就食落搁较济受到污染的果子鱼。针对这点，施水官表示，这是时间顺序的问题。美国迄批有问题的果子鱼并无入来台湾，不过小数虽启动后市场的检测，才发现 Costco 为第二进口的果子鱼有问题。边境加强查验了后，佫发现有2批无及格，所以会针对所有进口的果子鱼的产品。提悬边境抽验的比例到10%。
对于各国的莓果类，其实我们都把它的那个抽验的强度拉到最高，就是一般的抽批大概就是10%嘛，它是2到10，那我们就抽到最高的这个10%的这个部分。试水员强调讲，会先暂停 Costco 进口果子唔1个月，了后看 Costco 提出的内部调查报告，代理前有检员，这个决定当时要重新开放进口。若 Costco 伫尾仔嘛有搁一届发声明，卖场内底所有冷冻果子唔的商品，4月30就已经拢无卖啊，而且嘛有主动通知有买的消费者办退货，嘛提醒消费者，最近若是有出现发烧、吐、黄疸等等 A 型肝炎的症状，就要赶紧去予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一中进行举办园游会，所有2年的学生伫海报顶头呢，用某一个花语词照台语音，背出一个骂原住民同款。这件代志逼出来了后，引起网友议论。目前学校的这个校长也个老师拢有出面来回实的。就这个立委来讲，这件代志逼出来了后，也个这原住民学生伫这咱的群组内面，互其他的同学霸凌，有影是真恶质。3个人深深行礼，台中一中的校长林良安带领教务主任、甲辅导主任，做面为学生园游会海报，引起歧视原住民的争议回事的。本校对于让原住民族朋友受到歧视，甚至于感受到伤害，感到十分的抱歉，并且愿意承担所有的教育责任。校长讲，相关的文字伫4月28已经摕落来，而到园游会迄天，饮料全部改做一般的名，伊愿意承担所有教育的责任，接受处分。这个班级的学生嘛有透过声明来回实的。原住民族青年阵线指出，去年伫台中有原住民的学生去同学乌白骂、乌白礼，尾也起冲突。不过因为烦恼去用记告，怎想袂开跳楼。今年却发生这种代志，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辅导的机制，可以把这些族群主流化的思维纳进去这些辅导的流程里面？立委吴丽华初三指出，园游会了后。阁有原住民学生的家长控诉讲，伊的囡仔去同学叫入去咱的群组内底考试，退出群组了后，阁互硬加入去。我们的原住民孩子不敢上学，因为他们在学校被拉群组，被进去辱骂、取笑、嘲弄、霸凌。吴丽华讲，后来原住民学生唔知要安怎面对这个无友善的对待，当想要请假，面对一直出现的霸凌甲歧视，要求教育部要随做调查，追究责任。请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必须严正的督导学校，依据校园霸凌防治准则去启动相关的调查以及处理机制。教育部表示，已经请台中启动相关的调查，再个发函予全国，禁止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学校讲，园游会主题一向拢是采学生共识决，袂做审核。了后，敢是要做审核，会阁做讨论，就算无需要，嘛会加强老师来做督导。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交通大执法这短2天内，敢若湘北地区警方就掠超过3700件，其中这路口无要让过路人是占大部分。不过，这证据内面的确实有一寡证据出现。这个警方表示，讲这轿车奥多摆若准驶到过路线，离过路人上无爱3公尺远，差不多是斑马线3架线的距离。一个查甫囡仔要过路，但是行无几步就停落来，唔敢叮当。奥多摆对伊的边仔骑到有够紧过去，看到的人想要检举，但是这骑奥多摆的对行人后壁过，警察本地是认定这无违规，但是佫看一摆这么改口。距离行人非常的接近，造成行人惊吓，而且有危险性。审核已有不停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违规事实，本分局重新予以告发。无停无让爱罚，但是有人有停嘛有让，搁爱罚罚。这个驾驶等行人行起的安全岛才通过，所共款有摕到罚单，因为有争议，伊的罚单已经撤销，但是佫有这种危险的。目睭敢若无看到行人共款一直驶，差一点仔就要发生车祸。查甫当时惊甲跳起来，边仔都有告示讲爱先让行人行，但是驾驶根本就无得插。警察决定要予伊一张罚单。看到的民众嘛讲，这根本就是行人地角国升级。不过到底安怎停、安怎让，才袂踏到红线？标准是啥？原则上还是以轻度行人穿越道时行人来向3公尺内来做开罚。那只是要行人背向之后，原则上已经不影响行人通行。这个部分我们是不会做开罚的，实际上还是要看个案来做认定。
只要汽车的车头入来到过路线，离行人来的所在无到3公尺，都有可能的方法。简单来看，抓好3组警目看都无问题。只是讲全台交通大执法，5月初一上路了后，干那双北市2天都抓着超过3700件，大多数拢是违停在人行道，含伫路口无停让行人。我们讲的行人要停看听嘛，你过马路的时候不能够低头划手机，行人你也不要随意穿越马路。除了汽车、奥多拜团会嘛提醒讲，行人嘛要守规矩，因为行人违规防处地嘛有足侪件。过路的时阵，行人也是骑车、驶车的，只要较注意一下，危险自然就会较少一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德县的新埔有民意代表发现到一个地下的翻尸场，这关机关朱建民本地是要去查虐待鸟的案件，所发现到一个三合院内面有真侪狗蓝仔，环境也阁真垃圾。这蓝仔内面呢，拢关的是有品种的狗仔，随通报新德县的动保所。动保所发现了后，发现讲这狗拢无验证，可能是翻尸场，无排除会依照违反动保法，甲这业者罚25万。狗笼的下骹拢是垃圾白色布看起来真久无清，真侪人啊贴做伙拢有面糊。狗啊徛伫人的人内，臭摸摸，而且阁哀哀叫。新德县动保处接到民代通报，去现场清点狗啊有65只。里面的那个狗的嘈杂声非常的大声。那进去里面查看的时候，发现到里面很多的品种犬，生活的状况也非常的糟糕。现场有查犬甲发豆等热门品种，因代指这可能是非法养殖场。业者法院案讲这是被盗台无法度还食的狗仔，只是好心收留。不过动保所发现狗仔无拔起来，而且会生，继续伫现场收证。若有新的狗仔或者是出事的狗仔，会认定是非法养殖场，告处罚。我们会持续调查真心事主是否有买卖还有繁殖宠物的这个行为如果发现有这个行为的话，我们会依动物保法第25条之2来没入所有的犬只并裁罚新台币10万元以上的罚款。消委处分析，最近热门的科技为例，伫合法的店买，甲非法养殖私下来买，计小差一倍。过去一直有非法业者为趁利润听险路，不过徛伫动保立场，非法养殖场因为这狗仔生伤济，可能有无正常这健康的风险。非法繁殖买来的狗狗、猫猫，问题会比较多，环境差、寄生虫的问题就一定很多。没有定期去洗澡或整理它的话，它的皮肤病这些问题也会很多。目前法规对动物繁殖买卖甲寄养业务拢要有许可证，伊所呼吁民众而且透过合法管道来买，引起合法收容所来领养，确保动物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各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在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的中部小镇，传出一个受刑人关出了后，甲伊的母囝抬死，落被伊本人来自尽的社会事件，是因为这个查甫人本地初一爱去说明其他案件所无来，而且迄当时还有2个未成年少女失踪，警方去找人时阵，才发现这站有7个人死亡迄案。画面顶悬这个看起来真平静的牧场和农舍，都是警方发现嫌犯含6个人尸体的所在。At 1500 hours, we arrived out here with a search warrant. We've searched the property and we've located 7 bodies that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trying to get the ME to be able to confirm identities of these individuals that were found. 嫌犯是今麦39岁的麦法登，警方怀疑伊伫咧自杀进前先杀6个人，包括伊的太太何丽和前翁生的3个囝，另外还有因囝的2个朋友，一个是16岁的布兰妮，另外一个是14岁的艾维。I lost my daughter and my grandchildren, and I'm never going to get to see them. I'm never going to get to hold them, and it's killing me. 事实上，麦法登是一个当地方列管的经纪人。伊伫2003年的时阵，涉嫌对检疫3岁克里斯朵用暴力性侵害，虽然讲无成功，麦法登同款被判重刑。伊伫2020年得到假释，会当提前出狱。克里斯朵接受媒体线顶访问的时阵，大骂司法放走这种人，互更较侪人受害。Like those kids didn't deserve this, and if you going after all these small kids, you are a piece of and you don't like. And then you take your life like it. We lost 6 people yesterday, not 7. And that's how I feel about it. Sorry that she was traumatized and victimized by him, and I'm sorry that those little girls
had to go through this. That's what I'm sorry about. I'm sorry that the justice system failed them. 根据美国福斯新闻网的报道，麦法登搁伫咧坐监2016年的时阵，就用违规摕到的手机啊，和未成年的查某囡仔交换相片，搁摕到其他未成年少女的个人资料。5月初1，代志发生迄天，麦法登原本应该为着伊一件工卡来手来案件告案，但是伊无出现伫法庭。另外，警方嘛在找失踪的少女，则伫咧伊的徛家找到一具尸体。公司新闻记者任编译。继续来关心这惊天动地昆阿社教集体绝食的死亡案，到今已经找到109个遗体。不过官方的统计讲，这失踪的人数是有400人较济。教会负责人马肯西甲相关证书，初二已经出庭接受审判。检察官指控马肯西涉嫌谋杀、协助自杀、绑票甲虐待囡仔6项罪名，甚至认为伊已经涉嫌恐怖主义啊。不过马肯西本人却是对媒体讲，有做无做是由法官甲认定的。镇压国际肯亚社教信徒集体摇射案件，教会负责人马肯西初日出庭受审，伊穿粉红色外套，无讲话行入法庭，庭内早就有真侪受害信徒家属伫边。Among the offences that have been revealed from the investigations are offences of radicalization under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t Act. 检察官指控马肯西涉嫌谋杀、协助自杀、绑票、虐待囡仔、诈欺洗钱、甲恐怖主义。伊本人伫法庭无进行抗辩，审讯了后，互记者作了问，也无愿意加讲。kwamba kumfuata Yesu dunia hii ndio uhalifu mkubwa. Alafu nadhani hivi uko guilty ama? Jaji ndiye anaweza sema hiyo. Sio mimi. 50岁马肯西进行是家庭车司机，自2009年成立嘉音国际教会，个自称牧师。宣告时阵表示，有时阵看到耶稣。顶个月底，肯亚警方伫东部海华城镇马林迪的森林挖出真侪信徒遗体，佮即马受害人数已经109人，大部分死者是囡仔，和家长带咧行十路，或是夭死，或是无残亏死亡。肯亚内政部指出，相关失踪人数超过400人，死者恐惊佫增加。 Sasa leo nilikuwa naomba tafadhali serikali kama inawezekana, for the first time naomba haki itendeke tafadhali, kama inawezekana, kwa sababu hatuwezi jua ya kweli kama hao watoto they starved to death ama walifanywa kitu kingine. 另外，有名电视报道者新生命基督中心的牧师奥德罗，互人控告甲马肯西强谋共款涉嫌谋杀、协助自杀者罪名。出庭时阵，法庭外口也有真侪信徒为祈祷。这信徒集体摇射案件引起肯亚社会对滥用宗教力量的关注。当地政府已经承诺，第一步侵犯宗教自由的情形之下，对相关团体加强监管。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 讲到这影音平台当咧兴，就算电视局真情，付予编剧费用却是固定的使用费尔。美国的编剧协会就要求讲，这薪水就要起价，不过双方是超白巴。后来有的编剧初二开始罢工，这也是编剧15年来头一届罢工。致使有真侪节目就要暂停，本地一个半年后要来推出作品，就可能就要延期咯。 美国编剧协会甲影视制作人联盟，调日针对薪水甲其他的工作条件进行6礼拜谈判。不过，双方的谈判伫5月初1破局，有超过11500人的美国编剧协会就成员发动大罢工。初二伫纽约曼哈顿第5大道，这协会成员行去街仔路，大声喊不加薪水，就无剧本等等抗议的口号。 It's the first day of the Writers Guild strike, and we're out here to flex our muscles and let the producers know we're not happy with what they're offering. 因为美国西方后来学影视王国的大本营洛杉矶，初二嘛出现侪抗议的人阵，游行的队伍经过这届因要抗议的对象，包括 Netflix、派拉蒙影业的办公大楼，队伍内底嘛包括真侪资深的演员来收听。I came out to support the writers because we're, as actors, we're only as good as the writing we get. And my son is on the picket line today. 后来学编剧的薪水是长期无起，甚至因为通货膨胀变甲愈来愈少，要维持生活已经是愈来愈困难。不过资方却是甲大部分的利润来甲公司的营运高涨加薪水，真侪编剧甚至是领工会定出来上加薪水。另外，包括 AI 人工智慧的创作条件，
还有病局会当为串流平台分到偌济利润，嘛是双方也无共识的点。几啊10年来，只要节目伫电视顶中播，或者是过制作过变做是 DVD， 编剧拢会当摕到中播费。不过串流平台符合编剧的，算是固定的年度使用费，就算电视剧请甲掠袂掉，全球的收视超过1000万介，编剧领到的钱也是同款。Broadly, we're asking for increases in pay and residuals so that writers can make a career and stay in this profession and live and work in the cities like New York and LA. 罢工启动了后，代表美国电视台夜间节目、较日时的单卫星节目会随受到影响。其他按算今年下半年了后放送的电视剧甲电影，嘛会大延期。2007年甲2008年。后来，由编剧甲制作人联名劳资谈判破局，编剧罢工100工，地主业界损失超过600亿的台票。这届罢工，美国白宫嘛有注意到，因强调讲拜登是真支持劳工来争取权益，嘛呼吁双方应该好好谈判甲沟通。国际新闻景元庆编译。人工智慧之父辛顿宣布辞掉伫谷歌的势头，也针对着 AI 科技提出警告，烦恼讲过度开发会造成人类危险。伊甚至也呼吁讲应该爱随停止研发。伫咧咱这么享受 ChatGPT 所带来方便的时阵，人工智慧 AI 上早的开发者，被人叫做 AI 教父的英国科学家辛顿，所伫咧《纽约时报》讲，若继续发展 AI 是一条危险的路。伊甚至正后悔家己当初的研究。What do we do to mitigate the long-term risks of things more intelligent than us taking control? Things like GPT-4 eclipses a person in the amount of general knowledge it has, and eclipses them by a long way. In terms of reasoning, it's not as good, but it does already do simple reasoning. And given the rate of progress, we expect things to get better quite fast. So we need to worry about that. 75岁辛顿，2012年，甲2个学生开发出，互电脑透过影像判读甲机器学来认出实体物件的神经网络系统，研发出这卖 AI 开讲机器人的技术。伊自2012年开始负责 Google 的 AI 核心技术开发工作。经过10年，伫全世界科技专家大家做人合作之下 ，AI 的发展速度正紧。不过，辛顿宣布要退场，理由是 AI 若是互社会同患者掌握，效果是不堪设想。伊接受访问时阵就指明讲，正担心 AI 会成做俄罗斯总统普京做歹代志的武器。有媒体形容辛顿对 AI 有着科学怪人的情格，担心家己的研发变做怪兽。不过，辛顿会担心早就引起科技业界一个专家的警觉。包括 AI 随便使用无经过同意、加无经过确认的网络资讯，并且无法度辨认真假的内容加影像。Clearly, this is a place where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is at odds with the two shortcuts we have used for decades to build AI. Now,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Either we change technology, or we change the law. 辛顿的前头家 Google 发声明讲，会秉持负责任的承诺，记住 AI 所可能产生的风险。不过，这么业界这么竞争，辛顿警告讲，连一寡带头的科技业者也因为商业的考虑，一定要开发 AI， 所以更加需要全世界立法来管理反制。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人讲有样看样，无样是家己想。讲到这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到今还未结束，乌克兰的民众运用家己的力量来改车，这车改了后呢，是来运送武器、受伤阿兵哥，也有这个居民，而且会当改做是医疗用的装甲车，甚至有一间农业公司把这罗西亚的战车拆掉，改做是会当替农民清掉地雷的火力。俄罗战争是继续在烧，乌克兰四界拢轰炸甲密密麻麻，几百万的民众是无所在通住。虽然伫乌军拼命反攻之下，一寡乌东地区是渐渐收复，但是真侪农地因为阁有地雷留伫遐，互农民要种植是变甲真危险。为着解决这个难题，乌东村的农业公司甲俄军战车顶悬的装甲拆落来，改装了后放伫火地啊顶悬，再透过遥控的技术来排雷。Тут, в Харківській області, дуже багато мінних полів, велика кількість. Лише на цій дільниці я вже зняв близько 500 протитанкових мін, безліч протипіхотних на розтяжках. Дуже багато.
家己手车拍电锯，佫会当用的零件对其他的车拆落来，佫定组装，互伊变做越野沙坡车，就敢若电影小的麦斯共款，为着生存，做出家己才有的车款，再佫互伊丰富防烂土的功能，就会当驶伫上歹行的地形顶悬，会当用来运送武器、伤兵和居民。We use old cars engines because they have no any electricity, minimum electricity. It's all simple mechanisms. We use tubes and do welding. 伫基辅的郊区，佫有一个机工，伊嘛当伫改装医疗用的装甲车。这个装甲车有的原本是公车，即马变做会当耍的病院，互医务人员会当随来做真复杂的手术。乌克兰的人民是用有限的资源，家己做无共用途的车，希望替战火保卫的国家贡献家己的力量。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咱台湾的友邦巴拉圭因的总统当选人潘尼亚接受这日本媒体访问时阵表示，因完全无想要和中国建交，也强调伊上任了后会支持甲台湾的邦交，继续替台湾发声。咱的外交部长郭兆燮表示，对巴拉圭新政府是真期待。另外，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也讲，全球拢正关心这台海和平稳定，也强调台海议题绝对唔是中国内政。台湾的友邦巴拉圭总统大选的结果，由主张友台的执政党获选。当选人帕尼亚透过推特回复咱总统蔡英文的祝福时阵讲，巴拉圭将会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历史性兄弟情谊甲合作关系。帕尼亚伫咧接受日本朝日新闻专访时阵也讲，甲中国建交完全无吸引力。伊就任总统了后，巴拉圭唔但是要甲台湾继续维持邦交，也要伫咧国际社会替台湾讲话。也对我们的恭贺有很正面的这个回应。那我们对于未来在8月15号就任之后的这个新的政府我们是充满期待。巴拉圭伫8月中要举行总统就职典礼，传讲咱副总统赖清德会代表参加。外交部长吴钊燮讲，抑阁伫咧规划，也未确定，无适合对外公开。不过，这边巴拉圭大选，国安局有观察到中国操作的分裂真明显，想要打压台湾。这么中国的威胁拢无停，美国亚太助卿康达讲，台海和平稳定，全世界拢真关心，并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已。美国除了对台湾军售，也替台湾建造国际空间，真全力维护台海和平。I think it's important and has been gratifying that many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lso recognized that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 a key matter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It is not just an internal Chinese matter. 康达也重申，美国伫咧两岸局势立场加美国的一中政策，40多年来拢无改变。美国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边片面改变现状。另外，美国这个月底将会伫咧东加设新的大使馆，这是美国加强伫咧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存在，来对抗中国愈来愈大的势力。记者综合报道。亚洲开发银行 ADB 年会今年伫咧韩国举行，财政部长曾翠云也带团出席。不过，因为中国施压，台湾的名称有关乎大会叫做台北 China， 就立委呼吁讲，但应该爱继续出席这款防疫坏会议。外交部表示会继续要求改名。ADB 第56届理事年会伫韩国仁川举行，中韩日3国的代表进行交流。韩国的财长伫咧致辞时阵讲，在当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之下，中日韩3国合作变做更加重要。因为咱台湾今年由财政部长曾翠云带团出席，因为中国施加压力，汇集犹原是台北 China。外交部表示会继续表达抗议，要求改名。历年亚银年会期间，我代表团均向亚银的高层以及各会员国严正重申我国的立场。外交部也将配合协助主办机关财政部继续向亚银要求更正。1966年成立的亚群是亚洲重要的经济发展机构，咱国是亚群的创始会员国。不过，亚群在1986年通过中国立法，在中国的压力下，咱国会籍的名改做台北 China。迄当阵为了要表达抗议，咱国曾经暂停参加年会。到1988年，迄当阵的总统李登辉总统主张密切参加，结果出席。
不过，伫咧桌顶有放一个牌啊，写抗议。呼吁财政部相关单位应该拒绝出席这种矮化的场合，改以其他方式跟其他国家交流。同时，也希望外交部等单位协助，避免跟中国香港一样被混淆成中国的一部分。伫说咱国2年来争取正名的过程。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予中国了，香港伫咧亚洲银行的会籍改做 Hong Kong China。咱国抗议台湾甲香港无同，亚洲银行就甲咱国修正正做台北 China， 倒电后壁无一个空格，甲香港做出分别。只是依然有中国一字。外交部表示会会同财政部继续向亚洲银行要求改名。记者综合报道。一直有争议的假电视案件 ，NCC 近来败审，不过有风声讲会予案件通过，引起在野党立委的不满。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去到现场抗议，要求停止审查。国民党团是冲到这会议室，也个主委陈耀雄的办公室抗议，各含保全起冲突。经过那亚立委的静坐抗议 ，NCC 落尾是同意讲定日再过来审查。针对着抗议行为，行政院表示谴责，呼吁政党唔通扰乱独立机关的审查。甲保全发生严重冲突，国民党立委徐珊珊系原本要伫立法院质询 NCC 主委陈耀雄所发现疫情假，因为 NCC 败审假电视案件，陈耀雄要出席会议，因为风声的专案通过，引起南亚不满，直接会立法院冲到陈耀雄的办公室外口抗议，不仅南亚抗议 NCC 唔通因为政治力和假电视案件冲关成功，时任立委陈椒华伫 NCC 门口抗议，要求停止审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 NCC 非常可耻的一天，他们不愿意被监督，他们难道有作为独立监督机关的资格吗？因为那为大动作抗议 ，NCC 最后同意，会搁找时间搁审假电视案件。抗议的动作，这个我们理解了，但是因为我们是独立委员会，不会因为外在的这个压力而影响到我们整个正常议事的这个进行。确定那个郑董事长可以到了之后，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开会。行政是对南会创制 NCC 组织审查表达严正谴责，呼吁政党停止干扰独立机关审查行为。国会议员呢，应该要予以尊重，不应该再借着个案的审查介入任何的干预。我想这是一个很坏的示范。我们是在强力监督，希望 NCC 能够独立行使职权。他的新闻稿是行政院代发的嘞，显示行政院的把手都伸到 NCC。对行政院谴责，南会也是反击，批评 NCC 的声明稿竟然透过行政院发出，真明显行政院手已经存入号称独立机关的 NCC 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各项园区边仔厝是愈来愈贵，根据调配处中内统计，对2018年到2022年这5年之间呢，三大各项园区附近中古的厝，因的价值拢有起来，特别是南科这5年就起超过67%，那德科是起超过63%，中科是起不到4成。受比中科技战甲疫情影响，台湾科技产业受惠全球转大效应，德科、中科甲南科三大园区，因企业每年成长，佮带动园区周边房市热度。这三大科学园区，其实在就是产业的一个效应、群聚的效应，那带来很大量的就业机会之外，那也带动了周边的一些购物的需求。那不管是刚性的，就是说自住的，或者是自产，或是长期投资的，其实都这三类族群都有明显增加的迹象。根据统计，最近5年国内三大科学园区中古厝买卖实际登录资料，发现德科周边房市交易真热，为2018年每平13万6，成长到38万5，起63.1%，中科起将近4成，反倒南科是三大园区当中起上济，每平为1头起到2头，只是三大科学园区厝价创新高。不过4月建物买卖转移动作算是定期机，观察大多4月建物买卖转移动作拢出现年月上减，总共16287户，月减甲年减拢超过2成，创5年同期新低。一方面是二手交易市场相对比较软一点，那二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在一些交屋的过程里面，现阶段可能有一些建商，他交屋的脚步比较慢一点，他的整体交易就会比较放缓。
专家认为，受用风可能构成利息影响，甲7月平均贷款条例正式上路，有估第3季房市也不乐观，除非第4季经济转好，排除性利息因素，房市才可能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今年介绍愈来愈稳定，伫中华新得到早顿店打出告示，讲有机能的产品就会落价5块，对消费者学到讲这店家是真有良心。农委会认为讲这是国内产能恢复，加上进口2000万粒的卵，这效果出现啊。不过机能业者也伫咧烦恼讲数量伤过济，所以变白痴。卵伫咧前台顶悬蒸甲比别叫，搁掺一寡肉甲菜，营养的卵饼就完成啊！中华花坛这间早顿店，青沙大广告，营养卵价稳定，这是开始有卵的产品全部减5块。羊肉蛋饼之前是45，所以现在是40元。那其他的蛋类都有降，都有降，一律都只要蛋类食品都降5元。新竹市嘛同款有早顿店，4月底有卵的产品就减5块。民众俄罗讲这是真有良心的店头，其实他是非常有良心的店家，因为一般店家是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一般物价涨得上去是不可能再回降的。农委会证实，打禽流感的情形较缓和，国内鸡卵生产嘛慢慢恢复，加上3月份到达已经进口2000万粒卵，稳定卵价有效果。目前我们整体的供应随着国内的生产慢慢恢复，而且进口的一个专案的一个数量也持续的在进口，所以总体的国内的供应应该是相对的比较恢复正常。农委会表示，目前鸡卵产地介绍一斤是45块半，若小卖一斤差不多是56块。根据台中卖卵的生理人的观察，目前鸡卵的市场明显供应多过需求，而且热人对卵的需求会较少，因是真惊会消卖去。现在蛋很多，你看客满呢，没有一个蛋商是没有客满的。货都出不去，因为现在大家蛋价还是很贵，你知道吗？买气还是走那个我司机出去说，一车出去有没有，半车再回来。农委会强调讲，会持续进口鸡卵，看产销的情形随做调整。有卵商烦恼会增加供需失衡的问题，呼吁政府爱加强甲产地沟通，唔通互介绍帮滑。记者综合报道。有真济民众爱食茶，中兴大学上届新的研究就发现讲，这清心乌龙、四季春、翠玉这3种乌龙茶内面的低激素成分，会当减慢帕金森氏症的恶化。另外，草埔茶内面的消脂素会当压制一型冠状病毒的活性。这2项研究都已经通过动物实验，也有发表伫咧国际论文。患有帕金森氏症的脑气，今日咧棍仔顶悬摇来摇去，真袂知。中兴大学研究团队经过动物实验发现，乌龙茶当中的茶激素会使移除脑细胞当中受损的粒线体，而且制造出新的粒线体，提供脑细胞所需要的能量，减缓帕金森氏症。这项的成果最近在国际论文发表，引起了关注。这个茶激素服用之后，它就让它的坏掉的粒线体，它会把它剔除，然后再重新合成新的好的这个粒线体。就对脑神经的这个功能有保护。现代团队另外也发现，普洱茶当中的消脂素会当有效压制异型冠状病毒的活性，减缓发炎的反应。但是学者强调，乌龙茶敢若有青心乌龙、四季春、翠玉这3个茶种有适量的茶激素，并不是所有的乌龙茶或者是普洱茶拢会当达到功效。无共产区的含量甚至差10倍以上。研究成果发表，消费者是忧虑相关市面上卖的茶品的毒症，需要有公证单位验证。当然，我觉得如果假设有这样子的话，很多厂商会开始贩售这相关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需要就是另一方、第三方的，就是比如说学校单位或是学术单位来进行验证这样。学者认为，经过动物实验证实茶类的功效，会使作为民众用心饮品。但是茶类业者会使主动来送验，了解茶激素甲消脂素等成分的含量，有助把握产品的稳定度，建立台湾第产业的资料库。记者台中报道。伫新竹县的竹北市，顶礼拜有电动车因为路边出现一个大坑，规台车载落去的意外，想袂到同款伫咧竹北市有一个社区大楼的门口埕，2年前开始出现大大细细窟仔，有的这窟仔呢深度到1公尺遐深。民众也烦恼讲，这窟仔会愈来愈多，去影响到大楼结构。这社区的管委会也希望政府就要出面协助。
草埔参步道之间竟然有一个大窟窿，佮看到地基已经海去啊！到底这的民众对安全问题感觉真烦恼。你现在这个整个的平面都是往下陷，啊，那左右两边都看得出来地基都是向下陷，那其实这些你看这地板，其实都已经是断裂，这个尤其在这一段你就看很明显。 这整个已经陷下去了，很多民众小朋友都会在这边玩，那造成了有公安的疑虑啦。台北这个社区21层楼悬，各有5层的地下室，总共有240户。2当前门埕开始出现大细窟窿，到底社区的民众烦恼，万一若是土地继续流失去，恐惊会去影响到大楼的结果。去年有来维修一次，但是就是没有修复得很完善。 那导致于现在整个绿园道从我们的整个社区的平面都是发生严重的坍塌的状况。我们已经排定在5月5号，我们会同消保官跟我们公务处的相关单位，我们会去做一个现场的一个勘查，然后了解之后呢，我们会来先针对这个问题的所在，然后请建商来出面，然后来再跟管委会来做一个协调。最近几年。 台北市因为科学园区以及城市发展的关系，厝价是愈来愈悬。只是地基一再出现意外事件，民众讲，政府应该要对地质状况进行彻底的调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地表历正出名的景点龙天长桥，因为对日本时代到今拢无修复过，经过风吹日晒，也个几落届地动，为了要避免这结果恶化，表历县政府当咧做加强固定工程。不过这更加加红砖啊色的这个绝壁桥，配起来色水介常怪怪，也引起民众议论。 苗栗的景点龙天长桥是苗栗县县定古迹，多年来经过地震甲风灾结构受损，为了避免继续恶化，县政府最近发包加固工程，想不到煞变成这个模样，引起批评。结构也要像相近的结构，选择材料也要相近的材料，这是我们文字法法律的规定，全部没有像达到指标。 有民众认为用金属架啊固定，甲这座红砖起的绝美长桥是真无适合，失去古迹的风貌。到底古迹修复甲补强有啥物美角？你看到这一边，就是因为腐烂很严重，全部都更换成新的。专业的古迹修复团队表示，古迹的修缮除了补强维持安全性以外，外观的协调性也真重要。 我们基本上表面会按照一个现况，比如说你红砖，那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个类似一个烤漆，接近它的颜色，就可以融入到红砖的颜色。 古迹修复是真专业，安怎维持原本的模样，保存美感，也是修复团队施工的一大挑战。面对龙天长桥的争议，苗栗县政府回应，因为长桥为日本时代到今拢无修复过，为了防止大面积的崩塌，才启动文字保存维护机制。目前外部的加强是阶段性的做法，完工了后也会成品乌漆，看起来较自然。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要互国小的学生囡仔会当来林北台湾原生种的树仔，了解森林对地球的重要性，林务局伫家己布地好尾寮的好米栽仔场，招学生囡仔来遮户外教学。那小解着沿海食物，也替学生囡仔举办宽吉的教育课程。 志刚老师向学生囡仔小解食物的生长环境甲特性，家己林管处伫布地好比苗圃，邀请附近各小的囡仔来遮举办户外教学，嘛教因认捌台湾原生种的食物。伫遮有足侪树啊，然后阁有足侪对海边啊足好的树啊。阮学校的校庭课程其实嘛有关联性啊，所以讲拄好今日利用这个机会吼。 带囡仔来到这个好美苗圃，有因是采摘的植物。这个占地4公顷的好米苗圃，内底有培育真侪枫林要用的树材啊。有学生讲，有的食物伫学校有看过，但是唔知影号名，即摆等趁机会来了解。有的伫学校虽然有看到，毋过拢无去看看卖，感觉拢足趣味的。水黄皮也是白千层，这种的拢是海岸造林。 这个植物就对，咱遮主要培养的是遐。当然啦，有啦，咱嘛是尝试讲其他的所在，像有一寡迄个毛氏，就是垦丁遐，咱摕来遮试种。学校表示，环境教育嘛是一款生活教育，
应该唔那只有课本的内容，嘛爱有实际看到、摸到的机会。江苏教室透过这届课外教学，就是希望让囡仔认捌故乡特有的食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2015年伫白色恐怖警备纪念园区设人权纪念碑，真侪人反映讲，这纪念碑的名单是无够完整。最近预告要更新的名单8000多个受难者，即马是增加到17000多位，也希望各界提供意见，让这份新的名单更较完整。国家人权博物馆8年前伫园区设立人权纪念碑，有刻真侪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名，但这几年来，真侪受难者反映名单无照全。经过人权馆重新查证相关资料了后，纪念碑的名单对白色恐怖受难者扩展到228事件。在去年，我们就参考了促转会他的总结报告所提出的总名单，那有收束了其他的补赔偿来源或者是权利回复平反的这些名单，我们希望可以整体的来呈现更完整的路名哦。最近人权馆就举办人权纪念碑录名更新名单预告展，将名单人数对原本的8000多位增加到17000多位，就互人庆过还是失踪的名单，就加刻到1800位，羁押交付感化的加共有16000多位。未来的规划伫达底石碑顶悬刻受难者的名册，希望透过完整的名单落实转型证据。讲实在啦，名单永远是无法度清楚啦。因为遐侪人吼，即马足侪人失踪的人，拢唔知影伫倒个啦吼。但是愈详细愈好啦。你若伊这拢甲列出来吼，我是感觉讲较公平，互要研究历史的人也好，互无得较伊的第2代、第3代、第4代。觉醒起来，伊要来找名单。人权馆表示，这个预告展会到2月开放民间各界提供意见，确保名单的资讯敢有正确。后续纪念碑的名单会换新，嘛邀请专家学者、政治受难者做审查委员会，互修正的工课做甲更加集中。记者陈文正、准佑台北采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只会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22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1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9度到29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